咁都話咧，而家啲賊仔咧都幾猖狂下嘅。咁到底賊仔係猖狂到乜嘢地步呢？近日就有市民咧喺烈士陵園嘅地鐵站口嗰度拍到一群賊人喺光天化日之下搶劫嘅情景，一齊睇睇。事發喺7月6號朝早將近7點鐘，鏡頭中嘅女事主就快行到一個路口嘅時候，3個男人就突然間從背後衝咗上去，一個箍頸，一個打人，一個搶袋。女事主雖然反抗啊，但係就根本冇用。賊人好快就搶走咗手袋，仲喺女事主身上踩咗一腳，跟住先至分別向3個方向好從容咁行開。等我哋再翻轉頭睇多次啊！當時嘅路人一啲都唔少，但係佢哋唔係冷眼旁觀，就係快步咁躲避，冇話見義勇為啦，就連幫手報警嘅人都冇啊！事情發生喺烈士陵園嘅地鐵站出口，呢一個路段平時好繁華，上班嘅時間仲有保安執勤，但即使係咁樣，賊人竟然夠膽喺日光日白、眾目睽睽之下行兇，又叫人點樣唔擔心呢？最後等我哋再睇清楚賊人個樣，記住呢一副賊面孔。今日報道記者余勇報道。